讲到美国对顶关税政策，这行政院有提出到881个产业支持方案。行政院长杜英泰今表示，后礼拜一就会对外公布这方案，也具备安怎来申请。后礼拜四呢，也会提出相关的特别条例，送到立法院审议。那针对到这台美谈判的部分，工总的理事长伊就建议讲，产官学做伙来合作，或者谈判阵容变更较强。32%的对等关税。 我相信很多人在那个时候都非常的震惊，我真的差一点昏倒。伊家己表示讲，伊听到美国总统川普对台湾是提出32%关税时阵的冲击。行政院长杜英泰参加全国工总会员代表大会，向规场产业界的头家讲，政府的880亿支持方案，当持续纳入业界的意见，按算日会对外公布，后边会推出相关特别条例和预算。我们会在下礼拜一来对外宣布所有支持。 方案里面的内容的程序如何申请，时程如何订定，而且下礼拜4的行政院院会，我们会提出一个更完整的特别条例。我们希望用特别条例涵盖现在所有国家应该注意到的问题。我们会观察这样细则出来之后，怎么样去让我们申请用在对的地方。做电动水产出口的业者是期待支持方案会当对症落药。受到邀请来发表演讲的鸿海董事长刘永伟讲，关税对公司一定有影响，但是因为鸿海提早布局，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。在这个影响下面，鸿海在相关的布局已经在。 这个4、5年前就展开了。面对台美的谈判，工总的理事长潘俊营是当面向杜英泰建议讲，工业界有真侪优秀谈判人才，产官学应该做伙合作来强化谈判阵容。川普是商人，我们要找一些商人来配合，像秦荣华，这个是在国际上也投资很多，他跟共产党都可以谈判的。 川普他应该也不成问题。杜英泰回应讲，台湾和美国排在第一波的谈判行列内面，目前重点讨论排除非关税贸易障碍、和出口管制、反倾销和违规转运，嘛随时向产业界来请教。另外，外界关心讲，因应美国对顶关税，咱这边敢会做伙来调降汽车的关税和货物税的税率？财政部讲，关税调降是涉及国内相关产业政策和发展，爱和经济部同盘考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